电动车的消息来关心在地人在地前马祖云林西里广福宫服侍马祖保持在地重要的信仰中心。自2013年开始举办马祖上国道幽境的巡安活动，今年已经第11年啊，是主要希望讲借由马祖的保庇，和民众出门顺利，行车平安。 西里广福宫国道马祖坐起游览车，准备前往到国道，保庇民众用路平安。国道马祖分庄巡安的活动，伫2013年开始举办到今后，已经11年时间。国道公路警察局嘛是国道马祖的巡安巡回，但年拢会上真侪信徒参加。在参与我们国道妈祖绕国道，然后为大家祈福。高速公路因为车速真紧，但年拢有时常意外。西里广福宫希望透过马祖 分庄的巡安活动，和民众慈悲信仰、安定的力量。咱根据咱高速公路局哦，每一年调查高速公路顶的车哦，每一年我检少，你嘛爱感谢哦，咱广福宫的国道马祖庇佑。另外，嘛呼吁民众驶车伫路卖使用手机啊，慢慢疲劳驶车，才当确保行车安全。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